歡迎嚟到 Win Win Channel，我係黃啟聰 Manfred。咁今次咧要講一張就係韓國嘅唱片，其實一直以來都好少講韓國嘅唱片，但唔係我對韓國唱片唔喜歡，因為咧我覺得韓國唱片係有佢嘅優點存在。但係咧近年間有好多韓國唱片都係比較走啲偶像路線啦，反而唔及日本咁多元化。始終日本咧有J-pop 啦，有 rock 啦，有唔同嘅味道，有爵士音樂，所以咧做得好廣泛。而韓國咧算係近年間崛起咗咧，然後咧大家都好似將嗰個 K-pop 嘅感覺遮蓋晒佢所有嘅音樂風格。但其實韓國近年間都做得好有心機，好有意思，而且佢知道點樣利用流行曲可以分支出唔同嘅音樂人，就好似呢一張嘅大碟，呢位女歌手就叫做 Jennie。Jennie 咧其實咧就係 Blackpink 樂隊4人裏邊嘅其中一位。之前咧已經有2位走咗出嚟啦，包括咧就有 Lisa 啦，亦都有一位叫 Rosé 啦。咁佢哋兩張唱片都好受歡迎，而且受到好大嘅好評，更加打入咗去美國市場。所以咧呢位嘅 Jennie 咧就走出嚟推出呢一張叫 Ruby 嘅大碟。咁其實韓國音樂有咩優點？我覺得近年間佢好聰明，就係揾咗一班好西方嘅音樂人幫佢做一個音樂嘅製作同埋佢哋嘅形象設計，所以咧佢哋風格唔係咁似韓國味道，反而咧音樂底同埋編排風格咧都好有西方嗰個流行曲嘅味道，所以咧來得係非常之工整同埋有份量嘅。咁呢張唱片其實咧亦都好用盡咗西方音樂人嘅優點，或者係利用咗佢哋嘅參與，因為咧幾首歌都有唔同嘅美國音樂人啊，或者歐洲音樂人咧去參與嘅合作嘅。譬如有一首最初嘅叫Love Hangover 咧，就揾咗Dominic呢位嘅歌手去參加啦，而另外一首咧就叫做Extra 咧，就揾咗我自己好喜歡，亦都啱之前亦都喺度介紹過嘅一位嘅美國嘅女 rapper 叫做 Doechii 咧，就幫佢一齊合作嘅，將 K-pop 嘅氣氛、跳舞感覺同埋美國嘅地道色彩 hip hop 嘅味道咧混合得好豐富。其實大家都唔會話太介意佢係嚟自邊個國家，主要好音樂大家都要支持，值得推薦俾大家。